盘户神话龙犬故事传说是苗族、瑶族、畲族先民和古代汉族文人把图腾崇拜与当时的历史人物盘户和历史事件混合而成的产物。它之所以能演变为神话传说，也正是图腾标志使然。盘户神话龙犬故事传说是具有神圣的民族起源的信仰，是先民的图腾崇拜，有共同的氏族标记。苗族、瑶族、畲族先民把盘户视为始祖和至高无上的尊神，确定了苗族、瑶族、畲族具有紧密的历史联系性。盘泰宁传说是太白金星下凡化身的人物，是盘户传说的另一个版本，仍属神话人物，不是真实的盘户。龙犬盘户也是神话了的人物，不是盘户本身，更不是龙犬变人。盘户与盘户是不是同一个人？倘若不是同一个人，那么盘户与盘户，谁才是真正的盘王？盘户是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的人物吗？现今也都已经无法考证。盘王是谁？盘王是神话人物，部落首领，是以盘瑶、过山瑶、平地瑶等瑶族主体支系，并以12姓为代表的瑶族和畲族及部分苗族的共同始祖。盘古又称盘古氏、混沌氏，传说中开天辟地创造人类世界的始祖，是包括汉族在内各民族共同信仰的开天辟地神，是远古的神话人物。盘古则有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再造人类之功，是创造世界与人类的创始大神和各族人民共同的始祖大神。生生之谓以信，人类是会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异，需要日新创新，日新之谓成德。盘古与盘户之谓成德，道并行而不相悖，被代代传颂，是传统人文精神基本理念的物化。盘户是一位英雄神和一个族群崇拜的图腾或始祖神。盘古神话与盘户神话是两个形象不同质不同构的神明，二者神话不可混同。盘古是神明形象的创世神，盘古是原始出民时代及盘古时期的神话，止于传说中的燧人氏时期，时间跨度约400万年，距今400万年至公元前7700年。氏族联盟时代，其自伏羲女娲时期，止于帝舜有余氏时期，时间跨度5600余年，公元前7724至公元前2071。王族分封时代，起于夏禹，止于西周幽王，时间跨度1230年，公元前2070至公元前841。诸侯争霸时代，起于东周平王，止于秦王嬴政及秦始皇，时间跨度为620年，公元前840至公元前221。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6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历史进入皇帝专权的中古时代，应从考古学及民族考古学文化探讨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三皇五帝和夏商周，资料严重缺失，先人的历史面目模糊，现今已经无法考证。夏从公元前2070年起，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文字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夏至今约4100年，上溯到武帝再加400年，距今共约4500年。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俗话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氏，名曰三皇居上氏。华夏群体即炎黄、蚩尤群体及苗蛮和东夷群体，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3大古群。苗瑶的元祖是蚩尤，据考证，平黄雀蝶最早出现的年代是东汉初平年间，其次是大隋1至5年，然后到唐贞观年间，再到南宋景定年间，而后还有大明洪武等，尤以宋代景定年间为最多。由此可见，平黄雀蝶是最早出现于汉代。17届中国瑶族盘安节举办方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